今日呢條片真係你今年睇到 AI 醫療投資最關鍵、最唔可以錯過嘅分析之一，甚至有機會係你下個改變財富格局嘅大機會。因為我哋今次會拆解一間公司，即使而家仲蝕緊錢，都可以令到 NVIDIA 同 ARK 兩大巨頭齊重倉入貨，仲願意長期捉住陪跑。究竟佢背後有咩咁勁？你要知佢係 NVIDIA 投資組合第4大持股，ARK 基金更加持有佢11%嘅流通股。建倉之後係完全冇減過。木頭姐見到咩獨特之處？係咪臨床轉化週期縮短一半嘅技術壁壘？定係同羅氏、拜耳啲藥廠合作，想像空間特大？定仲有啲未公開嘅秘密？等我今日同你一步步講清楚。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集呢，我會用最客觀嘅數據、最清晰嘅技術分析呢，拆穿呢一隻 AI 醫療領域最有爭議，同時最有爆炸力嘅投資機會。咁內容呢，就會有業務同財務分析，拆解 NVIDIA 同木頭姐兩個大佬嘅投資邏輯，幾個角度幫大家睇清楚。而且我自己都會分析下咩價位係最高勝算，亦即係可以博高回報低風險。一開始要提大家，所有嘢都係市場公開資料加我個人諗法，主觀性強，只供參考，唔係投資建議。記住，投資有風險。今集主角 RXRX 故事同 BMRN 好相似，但係潛力同想像空間更大。佢唔單止係 NVIDIA 投資組合第4大重倉，仲係女王木頭姐新頭號重倉公司。你有冇諗過，一間連藥都未正式上市賣，都未賺錢嘅公司，有乜能耐可以令 NVIDIA、Google、羅氏、拜耳等全球大公司瘋狂合作兼重投資呢？傳統藥廠成隻新藥成10年，用20億美金，有冇可能有人用 AI 變到幾年搞掂，價錢得返1/10？今集主角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就係咁一間公司。佢13年成立時已經諗住革新行業，用人機結合將藥物發現由一門藝術變成精確科學。你諗下啦， AI 分析幾千萬份生物數據，自動設計實驗，預測效果，好似魔法一樣。呢啲唔係科幻片，係 Recursion 而家已經做緊嘅。最勁嘅武器就係個 Recursion OS 操作系統，由 AI 自動計劃實驗，機械人自動做，數據一入系統即時自我提升，成個實驗室全自動運作。佢哋成果勁到嚇親行內人。傳統藥物發現要4至6年先得第一批臨床數據，而家用 Recursion 平台就可以縮短一半，最快1年就有數據。2024年8月，佢仲合併咗同樣做 AI 藥物研發嘅 Exscientia， 即時多咗10條臨床管線，主攻腫瘤同罕有病，全部都係最值錢嘅市場。點解大公司肯咁勇？睇下啲合作先。同羅氏合作潛在價值超過120億美金，分鐘預付款都1億5千萬。同拜耳深度捆綁纖維化疾病項目 ，NVIDIA 唔單止投資5千萬，仲將 Recursion 嘅模型整合入自己 BioNeMo 雲端服務。Google 雲仲俾最新 AI 模型加算力。啲合作唔單止帶現金㗎，更加係全世界認證佢技術同商業價值。咁你就要問，信唔信藥物發現要靠 AI 重塑？Recursion 平台已經證明加速同慳到成本，下一步只需要等一條管線成功，咁到時爆上嚟唔止10倍。舊年第4季 NVIDIA 忽然重倉 RXRX 公司即刻升晒溫度。不過同大部分偉大創新公司一樣，初期都要捱苦。今年2月開始，佢股價經歷過一次劇烈暴跌，直至4月先企穩。現時股價啱啱見底，翻到一個重要起步位，好似準備爆發前嘅獵豹。你睇翻 MBS 4月都係咁樣企穩，之後爆升1倍幾，歷史未必重複，但係個節奏真有機會再嚟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太心急開倉，落注前要睇清楚，今次暴跌係恐慌殺跌，定真係價值大崩？即刻拆解下 RXRX 有咩底氣。咁先講巨頭背書嘅 NVIDIA 咧，本身就係 AI 領域 God 級玩家。投資就代表 AI 新走勢嘅。2024年第4季佢買入770幾萬股，間公司成個倉有 3.5% 係佢第4大持倉，即係話 NVIDIA 將 RXRX 擺到接近核心業務地位，唔俾重視都唔得。NVIDIA 同 Recursion 有好緊密合作，用頂級算力推動生物計算，傳統模式一於革命。
再勁啲係咩啦？木頭姐呃先係最長情、最大碼股東噶。25年7月22號最新披露，佢旗下基金加埋呃住2300幾萬股，持流通股11%，簡直係控股級別。最緊要係入咗倉一路坐到依家無減無加，長線睇到盡，就係咁有信心。大家又會問，究竟睇中 RXRX 咩？其實同 Nvidia 唔同啦。Nvidia 睇策略及生態，純粹睇管線同突破後嘅爆炸性回報噶。咁據券商報告呢，佢平台咧可以令到藥物臨床週期短到行業平均一半，效率勁高嘅。仲同羅氏拜爾咁多藥廠長期合作，已經用實力證明到技術得，商業亦得。所以你見到 Nvidia 同 ARK 雖然同時重倉，但壓住嘅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優勢，雙保險極大提升投資吸引力。講咗咁多，你又會問點解咁勁？股價冇飛天，點解竟然跌到咁細心？分節下先。最新 Q2 財報話晒一聲，最大短板係咩？淨蝕1億7200萬美金，收入雖然升咗33%，去到1900幾萬，但賠錢多咗差唔多80%，燒錢快過落地就係最大風險。AI 藥物要投入極大，現階段等於打造未來鎖匙，貴在初頭，但一旦成功賺翻做10倍都可能。瞓身等管線突破 ，Nvidia 加大算力就係想加快有成果，所以炒家散戶要諗清楚，係唔係應該怕蝕錢而走雞，抑或應該冷靜咁揀底位，小注試一試，最後同大家拆一拆技術位。依家4蚊7角9分呢個位係平台頂，股價突破咗便轉成支撐位，啱做小注博主升嘅試倉。而4蚊4角5分係近期低位，都係你要守嘅最後防線。跌穿要止蝕，守住就可留低，搏佢起飛。結論就係 RXRX 係一隻高風險、高回報、顛覆性創新股，有頂級大佬撐場，技術同市場潛力冇得輸，但同期面對燒錢快、短期難賺錢嘅硬挑戰，要買你就要有信仰。記住嚴守止蝕規則，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用細注分段買，但係4蚊4角5分要死守止蝕線，風險可控，勝算高。未來係咪10倍？睇你信 AI 醫療幾多啦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。聽日見面啦。